别主要是钱。到收入行吧？我也要去了玩呀，你收入多少？那个两刀吧，咱这个行了，那个行了。把手机打来，两刀还对上了。哎呀，咱因为我这时间话，你对，那个说的对，我们说的该说的。别，就在这没有必要。大家意见，我跟劝你们就是不要这么做，把合法去做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他这个现在污染属于违法不？现在属于违法不犯罪了，你说属于不属于违法？这个你上这后，你定不了，我也定不了。我跟你说，要有关部门定来。关部门，你10几年了，有关部门在哪了？他违法来。我跟你说，10几年有关部门在哪来了？既然他开下去以后，什么他不违法？不违法，把管道给我们压在那儿，那是排污管道，你也能看见了，我们也照眼睛的吧？违法以后，最起码我们其他不懂，是拍照啊，那是。有罪不罪该是法院讲了吧？有违法不法跟法院讲了，法院定不了以后，咱也定不了，没意思。你说你定了还违法来，还有罪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个贪官现在没查出来，他什么来不一场包庇一场的了，大姐。我们给谁了？厢房叫上了北京有多少厢房人打回来的还厢房了。挖出来一堆工业经济也不好，你看那个这都开始了，这个不行为啥？我都提交是可以，不是，我们也把这个厂子完了，我们其他的也上这你也不要上菜了，把这都完了就行了。行，我也就行，成。